来关心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昨昏开记者会，对外宣布伊竞选办公室的人事安排。即马是由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来换盘来做执行长。另外，立委选举的部分，民进党的赖清德昨昏嘛开记者会，即马是讲立赢的民主大联盟又搁新增加4个选项。那民众党是宣布要征调蔡壁如去参选台中市第1选区，要去挑战现任的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。手牵手大声喊动选展团结的气势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竞选办公室要伫7月初1正式对外运作，日要早起是公布第一波重要人事。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出任执行长，负责选举方向；另外，前行政院副院长杜子君担任国政国文团的调集人，组织调集人是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总调陈明忠，副调集人是前立委林鸿池和前台南市议员谢龙介。执行长负责选举的方向、策略、规划、执行，并统合所有的战力，也是带着这个团队往前走最重要的一个步骤跟方向。另外，伫立委选战的布局，立赢的民主大联盟佮加4个阵仗，民众党嘛宣布第一波区域立委的提名，征调蔡壁如来参选台中市第1选区，挑战现任的立法院副议长蔡其昌。大家关心当时陈厚捷。中彰投也不是只有1区要选立委嘛，这涉及到整个中彰投的全盘战局，要怎么做的哦，还有谁要那个，我们还要再详细的规划。民进党仍然秉持跨党派、跨世代、跨领域的原则，推动第4波的民主大联盟的征召工作。今天所征召的4个候选人，都是一时之选，表现也都非常杰出。赖清德组成民主大联盟要备战2024的立委选战，定新德县第1选区提名詹记提，苗栗县第2选区和无党籍议员詹文学来合作。沙地县住民伍丽华、北地县住民陈莹是全力拼连任。民众党的部分不分区的立委陈婉慧要挑战宜兰县的选区，立委张基乐是投入台北市第8选区，挑战国民党的赖士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